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负责德江级巡逻舰第一阶段上尾第5只、第6只安江舰、万江舰已经完工。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亲身去主持交难仪式。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气温有较降低，东半部的水气嘛有较高。不过明仔载日时开始又会恢复出日烧热的天气。苗栗的白沙屯妈祖去北港进香，今仔日就是上过一天。伫咧头拄只下晡2点半左右，白沙屯妈祖已经回宫入庙安坐。新闻头起先，赶紧来看到苗栗的白沙屯妈祖进香，今年行9天8暝，今仔日就是上尾一天，而且回程实在真赶，无到2天的时间，就要对北港行回去到白沙屯。伫咧头拄只下晡2点半左右，白沙屯妈祖已经回宫入庙安坐。今仔透早，白沙屯马和山边马伫咧树木园附近，对4个人的轻便桥换做8人光的大桥，日装游景。今年的白沙屯马祖进香拢总有9天8暝，有18人报名，创下历史新高。因那白沙屯马祖的桥伫咧头拄只2点半左右已经回宫入庙安坐，一直等到新历的4月初6，经过开路仪式，规个进香的过程才算是圆满结束。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气温有较降低。东半部地区的水气嘛有较高，不过明仔载日时开始，大部分的地区又会恢复做出日烧热的天气。到拜六又有一波方面的报道要变天。感受几日天烧热的天气了后，拜二的温度有较低，尤其北部地区感受上明显。气象署表示，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拜四，上寒的时间预估是拜二暗到拜三透早。拜三日时，除了东部地区的云较高淡薄，其他的地区基本上拢晒得到日头，温度会感觉较烧热一丝丝啦。北部我们可以反而发现，在明天白天的高温会比今天回升一些，是比较舒适的。但花东地区因为云多短暂降雨，所以明天的高温会比今天再下降个3、4度左右。而星期四白天开始，渐渐的我们的温度就回升了。气象署表示，拜四的天气会较烧热较翕。不过拜六的时阵，北边会有另外一波的锋面，所以为拜六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一的天气，佫会变甲真无稳定。预估这种锋面在我们北部海面滞留可能会有好几天。那当然，从锋面在北部海面看起来，我们在后半期都还属于锋面南边，而锋面上的水汽带可能会影响我们天气，所以天气在后半周是不太稳定的。气象署提醒，这阵仔的天气是愈来愈无稳定，所以刷落来北边方面的强度、结构、影响的范围等等状况，气象署会阁继续观察。另外，清明嘛得要到啊，若是有要伫拜六礼拜提早备忘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总统蔡英文推动国造畅水舰，其中德江级巡逻舰第一阶段上尾第5只、第6只安江舰、万江舰已经完工啊。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亲身去苏澳港主持交难仪式。是海军首型具备防空能力的小型舰船。现在第一批6艘舰艇全数交舰后，除了取代即将汰除的锦江级舰，提升舰艇的性能，也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有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在不对称作战中，可以实施蜂群、饱和攻击，是航母杀手。今仔日交难的安江舰、万江舰，拢有载向2、向3反舰飞弹、海检2防空飞弹等等，本身就有防空制海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批德江级的巡逻舰，嘛，互人讲是航舰杀手。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阵嘛，特别讲到，第一阶段6只军舰原底2025年才会当完成。不过，经过宁德造船甲中科院拍拼来赶工，或者6只军舰会当提早全部交难收复大海。再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4月阁要去访问中国，而且要去北京。外界就咧关注马英九和习近平敢会有第2间的会谈。马英九基金会是表示，马英九真希望会当当面见面，来表达避战求和的心声。因为行政院长陈建仁是提醒马英九，要会记得台湾人对主权、民主甲法治的愿望。
前总统马英九4月7日至11会带领一群学生去访问中国广东、陕西，而且去北京参访。因为2015年新加坡马习会历史性的见面，加上最近台海局势紧张，金门厦门并存的案件，引发外界联想马英九这届去，敢有第2届马习会的可能？部分人士是解读，这对两方的关系有帮助。马前总统这次到大陆去无论这个见任何人马前总统都会希望能够传达我们台湾人的心声。我们台湾民众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马前总统希望能够跟老朋友碰面。我也要呼吁马前总统他在前往大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谨记国人对于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萧福仁表示，马英九是受到邀请去访问中国，甲什么人见面是随主良意。国民党立委罗斯宝认为讲，马英九访问中国对台海和平有帮助。也内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提起马英九爱避免参加统战意涵的活动，嘛爱为台湾宣示主权。应当基于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传达正确的讯息，传达台湾主流民意的讯息，为台湾来宣示主权。马习2会如果能够对整个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是有帮助的。民进党政府8年来不做的，马前总统替他来做。有风声讲，退辅会副主委李文忠建议政府不应该有中正之道，嘛要修正逢中必反。针对这点，李文忠回回讲，应该调整做逢哪白甲中国普塔必定批评，逢北京霸凌必反。但个仍强调讲，政府从到大都无逢中必反，是积极推动两岸稳定健康交流，嘛呼吁中国甲台湾应该有和平对话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警用监视器传输费用的争议，引发前任现任的市长对峙。昨蒋万安宣布解除郭文德任内和台电公签的合约，不过郭文德今仔日是个跳出来反驳，讲因伫咧2017年时根本就无3枚汇率。另外，议员嘛质疑相关的人员失职，才会出现绩效无合理的风波。台北市议员陈中文涉嫌收受警用监视器业者台电公的乌西宏基警件，相关合约是继续引起前后任的市长郭文哲和蒋万安伫空中在相骂。蒋万安25宣布讲，启动解除106年郭文哲签的3枚价2200块专案汇率的合约。民众党质疑讲，台电公涉8案，台北市政府会当演技来解无约，一直把汇率颠倒亲像在护航厂商。所以我非常有自信的，我的部分不会有什么问题。106年根本就没有3 mega 的汇率，从陈创文打人的公霸仗逃，你知道吗？这真的要办下去不得了，一狗票哎！为什么到今天还要故意鱼目混珠？你明明知道这一约一签就是106到125这样子的年限，却故意好像讲的只是在签106年那一年而已。当初所定出来的3 mega 的这个部分的费率是2200元，到底怎么算出来的？郭文哲批评讲，蒋万安要推翻106年的契约，但迄年无3 mega 的汇率。台北市政府嘛回击，郭文哲签的合约规范的日期是对106年到125年，之间所有的汇率要安怎定，拢是照106年签的内容去进行。议员嘛质疑讲，相关人员无积极在作为，才互报价无合理。我们从业务主管的副秘书长以及相对开会的资讯局的主管相关承办人员，他们有失职，没有负责任的去争取跟市价相对等的价格，传输会比市价高出许多，这个也就是今天弊端的来源啦。台北市警用监视器传输费的争议一直烧，蒋万安话讲，虽解除郭市府任内和台电公签的主合约，台电公讲公司一切拢照合约来履行，解除主约部分条文的部分是尊重市府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海军陆战队99旅的营区内底有一位中尉排长死亡的案件，今仔日家属搁再呼吁国防部长邱国正，得要按照约束查明真相。有立委指出，军中的这个心理辅导官比例上少，部队嘛无重视高风险的人员，应该得要来改善。因为国防部是强调讲，这案件的调查过程绝对无温暖、无暗坎。国政邱部长给我的承诺，他说他会给我个真相，但是到现在无声无息。我一个这么好、这么乖巧、这么孝顺的儿子，
这个手提因后生相片的负责人是海军陆战队99旅圣地中尉排长因老母。因后生去年9月那亲像伫营区内底自杀，伊专工为高雄上北，去立法院开记者会，甲国防部长柯国正发声，希望伊爱讲会到做会到，都要查明真相。我儿子的压力已经这么大了，也没有打个电话说给我们家属，我宁愿去2栖，我也不愿再待在那个鬼地方。结果就让我儿子在那边白白给他们这样子凌虐致死，没办法原谅我自己。还没有侦查结束，手机没有办法还给你。这个老母是好甲死难随，这个因后生是去互连长精神甲语言的霸凌，才会做出极端的选择。嘛批评国防部，代志发生到今已经半年，要是无法度互家属一个交代。立委指出，这个圣地排长是属于高风险纵火伤害名单，部队煞无积极处理，呼吁国军都要改善心理辅导官比例上少的问题。188000元，但是在国军里面具有咨商心理师、社工师相关证照的人呢，总共是155人。我们配比算的话是1比1212。今天是受到长官的霸凌、不公、压力，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来正常的抒发跟有所表达？任何人命的伤损都是我们的官兵袍泽，各级干部必须要去勇敢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国防部回应讲，对官兵受伤甲受伤害，拢感觉真遗憾，会要求各级干部勇敢面对解决问题，禁止伫调查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欺骗甲暗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油林园厂新3轻机组前一阵发生气体漏泄和火烧，昨昏搁再启动，不过初期无稳定，有产生无合格的气体送到废弃燃烧塔，发出真大火光甲声音，这是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着惊。当地里长今仔日搁再带人去抗议，呼吁中油得要加速肃清设备更新。火烧塔喷出火条仔，伫暗时特别明显。中油高雄林园厂新3轻25到了开炉，因为开炉初期不稳，被阿妈产生无合格的气体送去废弃火烧塔，喷出真大的火条仔。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全程进行监控，约20时30分火光变小，目前持续监控中。倘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将依空污法开罚。环保局继续用 AI 监控系统做监测，虽然是正常的摆放，但火烧塔的火光甲噪音也是惊到部分的里民。因为林园厂车闸16才分别发生气体外泄甲火灾，产生空污。林园区的里长17个特别走去林园厂门口抗议，要求赶紧汰换4轻设备。26透早，里长搁一摆讲出诉求。像我事业部这个4轻啊。已经42年，咱嘛希望讲咱的市府甲咱的中央会当个重视，全部来更新，有即摆新的科技甲我都控制这个异常的发生。面对里长的诉求，中油表示会照正常的规定执行。计划书整个都已经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了，好，那政府机关怎么核准下来？一些程序才能够走下去，才能评估说，什么时候能够量产，还是一个处在一个要被告知的一个状况之下，公安甲空污事故不时发生，互当地民众不满。中油会室内并表示会继续监督，确保设备安全无问题才开炉。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2018年，反对伫咧桃园大潭海草礁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居民甲款团，有提出撤销海岸利用许可的行政诉讼，一审败诉。不过最近最高行政法院是甲一审的判决废掉发回，居民甲款团是拢真盼望会当成功推翻3接的开发案。反对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起伫咧珍贵的海草礁顶头，在地居民甲环保团体伫2018年11月提出撤销关东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的诉讼，不过煞伫咧2022年2月一审败诉。环保团体指出，今年3月最高行政法院废弃一审的判决，其中原告之一的潘中正感觉真感慨。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哈。那今天呢，最高行政法院呢，还我们公道，还了全国关心环境朋友的公道。
环保团体指出，这个案件是台湾第一件海岸管理法事件行政诉讼，对环境司法有真重要的意义。最高行政法院也认为，伫中油也未订定保育计划进前，就讲已经对海墘仔生态环境冲击有规划适当的应变措施。这款讲法必须爱讨论。最高行政法院认为，那如何去证明它是有效的避免或减轻措施？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中油要立即停工。中油公司皆遵照相关法规办理许可申请，并获同意。3阶的工程我们持续进行中，并没有停工。中油表示，这个案件发等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不是败诉的意思。因讲相关的开发许可是内政部伫2018年3月审议通过，了后改做是外推的方案，办第一版的变更，也是伫2022年6月，搁再一版由内政部审议通过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南口有民众伫个 U-Bike 的租借站发现到贵箱的称纸，赶紧去报案。经过警方调查，这1200粒称纸拢总是空壳，是中和分局去做射击训练了后，无细字收无到的一箱称纸壳。中和分局嘛依照规定来处分追究。我联络监视哈。警方接到报案，扛纸箱啊，后壁缀着穿乌衫的男女，然后行入派出所。新北有运动民众伫 U-Bike 租借站发现一个大箱啊，看甲惊一跳。直接走去附近的警所报案，讲有规箱的称纸，就是看到这规箱，后面就是惊一跳。其实内底拢是空的称纸壳，也毋过有达到1200粒。安怎规批会落地互我？原来中和分局警察20日南口分局靶场实施射击训练，打靶结束了后，用推车运上车，煞伫搬运的过程，将一箱落地南口卫生所的头前的人行道。在运送空弹壳过程，却有大意疏失，返回分局后，亦未能确实清点数量，造成遗落情事而不知之，相关人员就责处分。前后经过4点外钟，互民众发现报案扣着，分局才发现空的称纸壳有漏交，中和分局承认当天的疏忽大意。包括商训教官、助教、志愿警员、甲督察组长等人，拢会依照警方的后勤业务要则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一个等要出养的囡仔，互年母虐待家死的案件引起真大风波。今仔日就立委和社工团体出来呼吁政府，要改善收养出养的制度，嘛要检视扩充安置的资源，也搁要听社工的意见来改善，当这甲社会安全网保护好，互囡仔会当平安大汉。台北的查甫囡仔凯凯，互年母是苦毒甲死亡，震惊社会，各界开始检视台湾的收出养制度问题到底是出伫倒。立委和社工团体是做伙办记者会，呼吁各界救囡仔的未来。资源不足也造成这个儿少业务人力还有相关制度难以完善。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政府要逐年提高儿少预算，要达到 OECD 国家平均要占 GDP 6%以上。了解说我们的访视员有需要哪些制度上的协助，需要哪些有比较有效的行政手段来确保可以有效的执行无预警访视。根据了解，目前中央的少子女化对策计划内面规定，每60个居家托育人员是配一个访护员。若是造成案量过大，敢会影响到访视的品质，嘛是要检讨。另外，即马传出世界展望会要退出寄养的业务，外界烦恼讲会引起社工的出走潮，因为若无民间社福机构的做伙合作，社会安全网恐惊只会愈破愈大坑。社工团体讲，这个月20日，台湾各地社工工会再联署陈情书到卫福部，控诉卫福部煞无来做出回应。对于我们劳权的改善也是消极，每次跟他们检讨会议的时候，也都没有提出一些严谨的数据。卫福部他提出了这些检讨的项目的时候，他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已经都进来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做整理。那礼拜4的时候，专案报告就会会跟各界说明。社工团体讲，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拢袂当甲支持社工当作只是口号，无只会互社工对体制是感觉失望。到新闻做了进前，卫福部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4月开始，电钱阁要起价啊！
这对24点钟经营的医疗院所来讲，嘛是增加负担。社区医疗协会就表示，安尼互中小型的病院愈来愈歹经营。若无这社区病院来斗分担，医学中心就要接受愈多的患者，压力愈大。针对这件代志，卫福部长许水源表示，已经有向行政院报告，由行政院来规划。面对4月电价调起，有区域病院初步试算，逐个月电池至少要加支出2万，加上护理欠工，本地就经营困难的困境会愈严重。一下子电价调涨14%，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只有毛2、毛3的经营利润的话，那医院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地区病院反映讲，医疗院所并不是以盈利做目的，所以电价委员会认为讲是工业用电的大户，并无合理。根据卫福部进前的估算，电池调起了后，全台病院的电钱会增加10亿，尤其对中小型和偏乡病院来讲，冲击更较大，经营会更较困难。希望政府会当补贴，也是调降医疗院所的电池调降的幅度。调涨电费的时候，能针对医院的规模或者是它的地理位置、营运状况是可以给予适当的差别。这行政院应该会做通盘的通盘的一个检讨规划。卫福部讲已经定报行政院会针对电价问题来做通盘的考虑，接落来嘛会找医疗院所的代表开会试算，若无法度调整政策，嘛无排除会优先来补助小型的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对10当前的37万人，到今年初已经超过73万人，是全国老大人上济所在。今仔日新北市府就宣布，第一季拢总有9间日照中心开幕。目前新北市已经有90间，市长侯友宜嘛强调，会伫咧今年底进前达成100间日照中心的目标。看到家族就紧打落去，士大人算甲真有趣味。这个活动游戏嘛，通互士大人训练机体协调，另外嘛有检测士大跋倒风险的机器，2分钟就通知影结果。这个拢是新北市土城新开幕的软时光日照中心的智能设备之一，有公办民营的方式营运，注重把科技应用伫士大的日常照护。工研院公投自日本引进的 AI 赋能系统 ICT Rehab， 着重伸展肌肉运动，还有根据长辈状况设计的体能统合的红绳区，不论长辈是站着、坐着或是躺着，都能够达到不同的赋能的效果。软时光日照中心正做新北第90间的日照中心，市长侯友宜日伫记者会宣布，包括土城、十井、石门等地在内，计共有9间新的日照中心，伫拜日联合开幕，多数拢伫徛街区交通较利便的所在，希望互士大伫家己熟悉的所在得到好的照顾，嘛通减轻家庭的压力。我们现在总人数大概90家，因为每一家的量都不太一样，大概有目前为止大概有4000多人的长辈，所以我们还有很努力成长的空间，因为新北市的长者确实是比较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对10年前37万到今年初已经超过73万人，是全国老人人口上侪的所在。侯友宜表示，新北确实真需要长照的资源，伊嘛承诺讲会伫咧今年达成100间日照中心的目标。记者卢尚如、曾俊尧新北报道。新竹科航园区的 AI 伺服器大工大厂伟创昨暗发生火烧，真严重。好在464个员工拢有赶紧疏散，无人受困伤亡。伟创公司嘛表示，这件火灾袂去影响到因整体营运甲财务状况。大火位顶楼一直庆出，即光乌索索的暗暝。伟创位伫新竹科航园区成安路上的厂区，昨暗10点外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看到人表示看到顶楼空调机着火，赶紧报案，消防人员抢救搁疏散464人。听说可能是伟创那边发生的事情，对，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先保证员工安全而已啦，起码我们的人都疏散平安。火势虽然没拍花，也毋过风光来战火，搁沿着光线拖烧，火势真美。擦边恶臭的乌烟随着风向飘散，影响到新竹市东区甲新竹县。10点半的时候经过这边，它闻那个路上都是烟啊。那我们持续监控，大概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空气品质已经逐渐慢慢恢复良好的一个状况。
伟创时过来 AI 电脑主机大工大抢。根据现场人员表示，火灾技术为6楼阳台空调设备收起来，无化学物质外泄，好在在现场无人受困。起火的区域大概是工厂的厂房跟部分的办公室使用。那现场是没有存放危险物品的，大概从4、5楼挑高4、5楼的地方开始烧，然后一直烧到这个风管，然后烧到顶楼。伟创发出重大信息指出，拢有投保火灾保险，初步评估对于整体营运甲财务也无重大影响。另外，我见受影响的阳明工学也发出同情，表示实际损失等待判定，相关产线停工停班。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推动新车的安全评定，希望会当让消费者来做买车的参考。今仔日阁有公布2款新的车型的评定结果。也因为台湾有真侪奥多摆伫咧努力走，后年这个奥多摆嘛开始列入安全的评定。另外，也搁咧讨论敢要增加即马愈来愈侪电动车的项目。大力笼内，这是台湾新车安全评定计划 TNCAP 咧测验台湾热门车型安全程度。这摆测验的2款车辆分别得到4粒星甲满分5粒星的成绩。交通部为去年开始推动台湾新车安全评定，提升国内车辆安全，加做消费者买车的参考。去年已经有8款车型接受评定，测验项目包括成年人保护、儿童保护、过路人保护甲安全辅助系统。因为台湾车路有侪奥多摆，未来也会针对台湾交通环境增加测验项目。最大的差异有2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更加接近了那个 Euro NCAP 之间的落差，大部分是参考了2022年的 Euro NCAP 的这个测试的规章的内容跟平等的这个相关的程序，有考虑到国内的这个道路环境，特别使用的这个道路行人跟这个弱势的机车的骑士呢，去年的年底正式的一个核定跟发布的作业，那正式实施的时间呢，应该会在后年才会开始正式来实施。另外，目前测验的拢是食汽油的车，不过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敢会针对电动车的电池这块特有的设备增加测验项目呢？交通部甲车安中心拢表示，这部分嘛有咧规划。电动车相关这个平等的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今年跟这个明年大概就会有车型相关的这个平等结构出来。因为在国外就是有摆了几个小时，甚至摆了1、2天之后自己会烧起来。因为我们TNCAP是着重在对人的保护，就是撞击那一瞬间。所以目前国外事后烧起来是跟TNCAP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做备注，我们还要再讨论。去年计将测验8款车型，但是到今年因为预算无够，公费测验的车型剩4款。另外，再加上2间业者愿意自费检验，估计今年会测验6款车型。TNCAP 鼓励车商自费检验车辆，通让消费者知影车辆的安全性，提升国内的车辆产业升级。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英国政府指控中国就是用恶意网络攻击来介入因选举的幕后主使者，已经有调见中国的大使来抗议，冇实施制裁。因为美国嘛透过跨国情报的5眼联名的资讯分享，来指控7个甲北京当局有牵连的中国骇客，因涉嫌发动网络的攻击，入侵数千人的电脑，收集情报。中国的网络恶意攻击，好加在无影响选举安全。英国副首相杜顿25日国会宣布，已经对甲中国官方有关系的2个人、甲1个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因恶意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甲立法院批评中国政府的国会机关发动网络攻击，也提出4000万选民的告诉外交大臣卡麦隆已经调见中国驻英大使邓德公，要求解释。 The UK does not accept that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is set on a predetermined course, but this depends on the choices that China makes. 卡麦隆去年12月，捌甲中国外长王毅直接讲到这个问题。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也甲王毅双边会谈。英国强调，中国这种的行为，互人无法度接受，英国袂容忍。 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We've refused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were a threat, but they are a threat.
在跨国情报分享5案联名支援之下，美国司法部25针对7名甲中国有关联的海客提出控告，相信因拢住伫中国。美国基因长14年来涉嫌对美国官员、明代记者、学界企业，也是批评中国的人发动网络攻击、入侵电脑、收集情报，估计有数千人受害，也有其他国家人士。在英国、美国了后，纽西兰也伫26对中国提出同款的指控。中国官方支持的海客想要破坏因2021年国会大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各国应该爱提出充分客观的证据，而不是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抹黑其他国家。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社会国家塞内加尔举办总统大选，反对派候选人费伊伫咧投票的时阵得到53.7%的支持率当选总统。目前44岁的费伊捌做过税务稽查员，去年阁犯真侪项罪名，去互人关入去监狱内底。但即马正做塞内加尔上届少年的总统，选民拢希望费伊会当为塞内加尔的经济带来改变。塞内加尔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反对派候选人费伊伫头一轮投票开出的90%选票中，得到大约53.7%的支持率，大赢当前执政联盟候选人阿马杜巴的36.2%，当选后一任总统。Cette élection est intervenue dans un contexte marqué par une crise préélectorale qui aura coûté des vies.qui aura fait de nombreux blessés, qui aura vu de nombreux patriotes emprisonnés. 这场总统选举经过几百的社会不安，包括主要反对派领袖桑科防指控犯下叛乱罪遭到拘留，政党也方解散，参选资格是因为诽谤罪方取消。现任总统萨尔更加以候选人的资格有争议为由，将投票日期延后了后，和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才延后大约1个月伫23进行大选。44岁费伊捌担任税务稽查员，去年4月因为对桑科的案件发表批评司法机构的言论，方指控真侪项罪名，加桑科同齐入监。不过费伊的参选资格并无方取消，伊也得到桑科的支持，当选塞内加尔上少年的总统。Voilà, on va commencer par dire Alhamdulillah. D'autant plus qu'aussi il n'avait plus le choix. Amadou Ba, parce que les tendances ont démontré depuis hier que le candidat Bassirou Diomaye Faye l'a battu largement. Voilà. 塞内加尔的权力和平移转，将标志社会民主推动。美国国务院25也俄罗塞内加尔民主成果，因为自2020年以来，社会已经发生8摆军事政变。塞内加尔是社会少数稳定的民主国家。费伊宣布胜选了后，塞内加尔的国际政权改变迄天大步情形，呈现全面变盘。选民也希望这摆投票会当为塞内加尔带来稳定甲经济成长。公司新闻被为您编译。来关心南韩的医学界抗争，当局25针对罢工的实习医生来发出吊销医生牌通知，引发真侪大病院资深的医师，也有医学教授同齐请辞，就是要支持这些少年医师。因嘛呼吁政府唔通阁用挺发实习医师来威胁，若无恐惊落尾是会害规个医疗系统拢总崩盘。南韩总统尹锡悦嘛希望讲会当和医学界会当恢复对话。南韩政府吊销罢工医生执照25生效，为着表达对发动抗争行动的实习加大医生的支持，大型病院资深医生、医学教授集体辞职。不过初步研判对病院运作影响无大。因讲虽然丧事停起嚟，不过仍然会上班，只是工作时间会减到1礼拜52点钟。真正因逐礼拜工时却袂着拢超过80点钟，这件已经经5礼拜代志，无遐尼紧煞。3월 24일 국민의힘 한동훈 비상대책위원장과의 간담회에서 아래의 사항을 논의하였다. 전공의에 대한 처벌은 의과대학 교수의 사직을 촉발할 것이며 우리나라 의료 체계의 붕괴로 이어질 것이라는 우려를 전달하였다.
有大约12000位医生可能会被吊销执照。这边罢工行动已经造成病院内面几多百例手术甲其他治疗取消。总统尹锡悦希望一旦恢复对话，同时提出另外处理吊销执照的行政措施。医学教授协会认为尹锡悦态度正正向，不过除非政府甲扩招2000个医学院学生名额的计划撤回，若无代志是无解。观察人士讲，政府对于罢工医师的听法可能会搁再加轻一寡，并且要求对话，这可能甲4个国会选举有关系。因为病院的运作若停乱，对执政党候选人的选情不利。南韩政府2025年扩招医学院学生的计划，是为了要应付医生人口比例上少的问题。不过，却引起医生团体反弹，真侪实习甲短期医生发动罢工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为外做多功能祭拜厅，阁有法事式的小型宫廷。昨头一天时间，就有工人敢若是去搭着鱼沙石，摔落去地面，不幸死亡。民政局有代表市府来发放5万块的慰问金，嘛承认港督有疏失，会赶紧来完成内部的调查甲处分。因劳工局嘛伫咧经过劳检了后，认定这委外厂商无做防护设施已经违法，下令现场在停工，上当会当罚30万。去外车一教师有人引导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25号暗头发生公安事故，一名50岁的工人伫咧修缮福德长厝顶的铁皮时，有可能去打破着菜缸搭，跌落到地面，造成头伤着，送医了后也是死亡。有点算公安意外了啦但是至少可以讲一下吧。我们先，因为我们现在状况还要再厘清一下。事发现场扭起红色线，市府表示，当时是第一殡仪馆委外进行着多功能祭拜厅，阁有法事式的工程，预计要施工2天，煞伫咧第一天就出代志。第一时间慰问家属嘛，提供慰问金，上午嘛，搁再前往灵堂来致意，而且承认殡仪馆有监督的疏失，会伫咧上短时间调查清楚。这个行政惩处的部分赶快做出来，就行政管理疏失的部分，就督导不周的部分，赶快做一个惩处。位于可能坠落的范围，装置坚固的隔闸或是安全网等防坠措施，也没有设置宽度30公分以上的踏板，而且也未使劳工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等防护具。劳工局嘛，伫咧第一时间就进行劳检，发现委外厂商无做好着相关的防护措施，已经违反着治安法，要求现场停工，嘛会当上悬罚30万块。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报道。当年的清明节进前，拢会有真侪纸板碟千刷石北，昨开始就有真侪纸板碟飞过云林。今年受到3月初寒流影响，比以往较慢10天出现。伫咧今仔早起10点左右，有记录到上济是1分钟1000个过80只的纸板碟。高公局就进行国道3号拿来路段外口车道的封闭，要来保护纸板碟。纸板碟的协会嘛表示，若是天气保持稳定，有个愈接近清明，会有愈侪纸板碟飞过云林。一只纸板鸭在天顶飞，26号上午8点外，云林拿来塔口段陆续出现大量的纸板鸭。高公局人员在边仔大面记录，等到9点外左右，每分钟超过250只，马上封票各3拿来段或者车道。10点记录到上关量，每分钟有1080只。9点整的时候，数量有来到290只左右，那所以就启动一个封闭外侧车道的一个机制。那今年可能较慢飞，嘿啊，今年已经3月尾来啊，嘿，无第一年啊，拢3月初就飞啊了。纸板鸭协会表示，每年清明节前后，纸板鸭为南部往北迁移，但今年纸板鸭先遣部队。受到3月初寒流影响，比往年慢10天。为25才陆续看到纸板仔经过南内乡，临近学校嘛把握机会，马上带着学生来记录真难得画面。就是为了保护蝴蝶，对，保护蝴蝶，然后不要让蝴蝶被卷到车子的轮子下面。多的纸斑蝶都是从我们后面的山谷一直飞上来，然后小朋友看了都说纸蝶大迁徙哦。协会表示，为了保护纸板鸭。高公局今年嘛架设保护鸭的防护网，有1100公尺长、4公尺悬，会在每分钟250只时，封票外侧车道。若近期天气稳定，如果这几天到清明节前后，有机会看到大量的纸板鸭过境云林。记者王有报道。
台中公园有真侪粉鸟仔造成真大困扰，上济阁有300多只粉鸟仔伫遐造成环境垃圾。即马台中市府就引进节约的饲料，佮配合生物防治措施，希望会当对源头来控制粉鸟仔数量，而且嘛希望民众会当配合，唔通来饲这粉鸟仔，若无就要罚钱。一大群粉鸟聚集伫乌新亭主尾顶500年历史的台中公园，粉鸟坐敢若山，坐鸟仔屎污染环境。台中市府和野鸟专家建议解决的方案，打算要互粉鸟食节约的饲料，为源头管理控制数量。附近的民众听到消息有无共意见？粉鸟的，这是粉鸟啦，伊要到满是放屎。小人认为，若饲一寡粉鸟来，就讲。就违法，啥物有诶无讲啊一大堆，我嘛感觉讲这是真旧法。用壳啊较饲料，黄青色的是节约饲料，红色的是一般的饲料。工作人员用蓝做伙饲的方式吸引粉鸟来食。节约饲料内底有蓝药啊，会当互粉鸟的卵膜都孵出鸟仔囝。建设局的厂商佫会用人仔的掠粉鸟送互动保处处理。这边有机关门嘛，那鸽子如果跑进去以后，它会自己跑进去。那进去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再跑出来。台中公园上济捌有300多只粉鸟，乌心亭互鸟仔屎喷甲规世界引起争议。即马透过较人道的防治方式，目前实施1个月，后续的效果该观察。不过市府呼吁民众莫甲粉鸟饲，若袂当照住地条例，罚2000到1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间达摩勒共学园，这是一间用阿美族的话语来学文化、学生活技巧，佮有国学科的学校。这是由一群阿美族的家长创立，对2015年到今，已经对幼儿园发展到有国小甲国中部。不过嘛，因为学生增加，学园家己种的经费已经强迫无法度负担。目前是透过网络，希望会当借大众的力量来稳定学园的经营。马尔真古吉来，米达翁嘎古。嘎姆伊嘎阿呀歪，嘎姆阿哇埃马阿老。囡仔用阿美话来敬拜祖灵和大自然，这是达摩勒共学园的课程之一。这个学园是由一群阿美族家长2015年伫花莲丰滨乡的马格达爱部落，家己总钱募款才成立的台湾头一间阿美话共学园。不过即马因为资金无够，面临营运的危机。其实这8年来上大的困难就是伫开发教材甲训练老师，拄好这是今年若无继续有资金，就是真困难安尼。学园这8年来，对幼稚园发展到国小部和国中部，带囡仔上山到海，用阿美话学阿美族的文化。除了主要学阿美话，嘛用阿美话来教数学、自然、艺术等等。煞嘛因为学生增加，单年超过300万的支出，已经用要经营袂落去。台语路协会徛伫无期传承的立场，甲因斗学演。因表示，台湾自本就是多元语言的环境，各种母语拢应该当收听。咱遮多语的环境是大家会使互相帮助、互相相听的，所以阮是希望讲，会当讲是遮个语言是会当共好、共存，本土语言咱应该爱联合起来，希望遮个语言会当做伙个臃肿起来。这8年来，学园开发侪独有的教学和教材，互囡仔伫生活中开喙讲阿美话。对侪母语家庭来讲，这是一间理念和实践拢正前卫的学校。家长拢真希望阿美族的文化和语言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学园目前是当地网络募资，希望借大众的力量来稳定学园的经营。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伫咧中华有一个实验教育协会，伊举办以树仔甲土地做主题音乐会，邀请专门写台湾自然景色的乐团，也佫有独立创作歌手吴志玲来演出，而且是用原始的乐器来演奏，希望互民众听到上自然的乐音，做伙来关怀土地。2012年，由阿灿老师成立的灿音集，用歌声唱出台湾的自然景色。
有歌手吴志玲改编爸爸吴姓作家的诗，唱的是爱惜台湾这块土地心情。中华有一个实验教育的协会举办音乐会活动，用树仔加土地做主题，请不少人来参加。就是想说把这样子的好音乐，对，可以分享给社头这边的朋友。那没想到就是报名的人，对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进前听伊相关的作品，拢是甲关心中华这个土地有关系，所以就感觉就有兴趣。出世伫中华溪州的创作歌手吴志玲，甲故乡产水乌土的生活景色写入歌。产音节的阿灿老师因为爱爬山，就开始写台湾的树仔，唱台湾的春夏秋冬。家己活伫这片土地，你若是知影讲，这个风景、这个自然的智慧，咱会使去学习。环境的保持也好啦，吼，生态也好，我感觉是自然会使进入你咱的囡仔的心内底。我伫都市感受的是一个压力，但是后来看到囡仔出世了，我想讲，其实囡仔细汉的时阵，无一定爱互伊遐竞争，甚至上重要的是，因爱甲大自然、甲土地会使做伙佚佗。主办单位表示，这场演出真特别，无用电子伴奏音乐，拢是乐器无插电直接演奏出来的乐音，希望互民众听到上自然的声音，做伙用音乐关怀土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教育部有推出计划，鼓励外国学生短期来台湾学台语、学咱的文化。中正大学的台湾文学家创意应用研究所就接待头一批外国学生，因带因去庙寺、去菜市啊，互因会当学到上在地、上生活化的台语。上届强庙的建筑艺术、说明跋扈的方式，佮有抽签的文化。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甲创意应用研究所的所长，为在地宗教文化的角度，甲外国学生学台语。嘉南地区是目前台湾用台语上侪一个地区，所以为生活当中学习台语，我是感觉安尼效果是上好的。就是学武术，然后这边的传统武术很多师傅都是讲台语的，是他们讲中文的时候，就是有点没有办法表达他们想要说的，所以就会想要说。所长那了解外国学生那记录，所长讲因拄来1个月，台语的沟通阁无正顺，所以会透过一寡活动的方式，增加因对台语单词的认识，嘛练习声调的变化。我想学台语，因为是很有意思的语言。然后我想看看台湾的地方，有好玩，但是我也觉得有时候有点难，因为我有声调的问题的。就是讲你定定咧使用，定定去听，去就去菜市啊，去倒位去听的时阵，你就渐渐的了解，安尼因就较有自信，讲无较会学的，伫咧教室学的，较离外口阮无啥共款安尼。为了鼓励国外学生短期来台湾学台语，教育部有推出计划。这外国学生是中正大学配合教育部这个计划第一批学生。台湾创意所表示，煞来阁会带因去到传统市场，互因挖紧在地生活，学到生活化佮在地化的台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3月28就是世界钢琴日，伫咧花莲就有艺术收藏家有收复一台已经有164档历史的古董钢琴。根据调查，这款钢琴全世界目前敢若剩2只。毋过，若是过去的演奏家介意用这款钢琴来演奏，就连美国总统嘛拢会采这款钢琴一个必强。袂当讲的秘密，这出电影男女主角弹的古董钢琴，互人印象是真深。透过音符，美术真正甲人带倒去过去。毋过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古董钢琴是真罕见。这台 Chickering 10号琴，目前全世界敢若2台。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台，那一台是1865年的。这个根据那个号码，德国有一个系统，它是可以查到这个是几年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它非常的珍贵。这台 Chickering 10号琴，原底伫美国加州伯克莱一对姓老的翁仔某因收藏的，后来转过几啊手了后，2023年再来台湾花莲。这台钢琴要修复是真无简单，包括钢弦、制音器、甲外表的雕花，拢要另外定做。它的弹簧很特别，它跟一般我们的钢琴目前的钢琴的弹簧是不太一样，包括音锤，它的音锤有时候会断裂，那断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跟它一样的，不然就是要去制作一个。
首长家强调讲，七克瑞10号琴是19世纪中叶全美国上大钢琴制造商生产。那这钢琴家是奥多家，就连美国历代总统林肯、甲罗斯福等等4个元首，拢捌伫咧白宫看讲这个牌子的琴，伊发出来声音是让人印象真深。它其实音质很好，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久的琴可以保养的这么好。然后它的触感会需要再重一点，就是因为毕竟它是比较有年纪的钢琴。为了响应3月28世界钢琴日，首长家特别公开予民众来参观，现场还有其他的古董钢琴，不过无经过许可是袂当摸嘛袂当去弹。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下半晡，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9度至22度，中部地区21度至31度，南部地区26度至32度，东部地区21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14度至2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